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5集，我是小張。小張，宵夜要吃啥？隨便你啊。這個隨便你是國語，在咱閩南語內底都愛講隨在你。隨在教育部甲寫作安尼，寫這兩字有道理還是無道理？正字到底安怎寫？咱今日就要來甲講清楚，說分明。未正開始進前，小張要先來做一個說明。最近有不少新的朋友來看小張的節目，各位一定真好奇，是安怎這個節目號名會號作台語天馬行空？這就是因為小張有理論、有想法，但是無把握。雖然無把握，嘛是愛來講，講出來大家唔正法度討論，有討論就有進步的機會。即馬規站就來開始，一開始咱來討論這個字，這個字小張已經講過幾落擺啊，會使讀作西，嘛會使讀作西。佫會使讀作西，這個字同款，小張嘛捌討論過，會使讀作味，嘛會使讀作糜，佫會使讀作埋。咱即馬來講新的字，這個字會使讀作地，嘛會使讀作地，佫會使讀作代，同款是 EAI 互相轉運的字。有啥物證明？咱來看漢典安怎記錄，佇漳州甲廈門都有記錄這三個音，這就是小張做學問的態度。若是要討論什麼字讀什麼音，小張攏會找證據給你看。像這種的 EAI 互相轉運的字，還佫有無？當然嘛有。咱即馬就來討論新的字。這個字會使讀作回，嘛會使讀作回，佫會使讀作懷，徘徊的懷。這個字除了讀作第5調，還佫會使讀什麼聲調？咱來看集韻甲韻會安怎記錄。這字就是反火的火。這個火就是上聲，也就是第2調火的聲調，所以這字懷嘛會使甲讀作第2調，讀作壞。咱即馬來看小張這張表，好，這個聲母分別寫佇第1排甲第3排。佇第1排的聲母內底，上接較好互換的，就是歌；佇第3排內底，上接較好互換的，就是波。小張，歌甲好這兩個聲母時常在互換，這我知，這無問題。但是波甲好這兩個聲母互換，敢有妥當？小張即馬就來舉例說明。親像這個字會使讀作方向的方，嘛會使讀作藥方的方。若是做人的姓，嘛會使讀作飯。所以好甲波這兩個聲母互換，一點仔問題都無。這個好的聲母，若是甲歌甲波互換了後，會產生什麼款的結果？咱即馬就來甲探討看賣咧。聲母互換了後，這個第2調的壞就會產生兩個音，第一個音就會使讀作改，第2調的改；另外一個音就會使讀作擺，第2調的擺。安怎用法？有一回，咱嘛會使講有一改，佫會使講有一擺。頭一回咧，咱就會使講頭一改，嘛會使講頭一擺。即馬可能有人會講，小張唔對，這個有哪會去無去？這咱以前都捌講過幾落擺啊。伊甲有是介音，來無應去無蹤，攏真正常。佇所有的漢字內底，有法度讀作回，佫有法度讀作改，佫有法度讀作擺，干那這個字爾，無別字啊，無要緊，佫攏共一個意思。這就是這集內底第一個天馬行空。各位若是有無共款的意見，歡迎指教。小張，像這種的 EAI 互相轉運的字，還佫有無？你毋着佫講？好，咱即馬就來討論這個字。照道理來講，會使讀作隨，嘛會使讀作隨，佫會使讀作衰。其中這個有的音，咱已經講過啊，來無影去無蹤，所以講這個字的音嘛有可能會使讀作衰。敢干那安尼爾？毋是喏，這個字真是精彩喏，請聽小張慢慢說來。咱用衰這個音來做討論，這個衰的音有可能甲讀作在無？有啊，講破。其實就是思甲知這兩個聲母在互換，唔是啥物大不了的學問啦。這兩個聲母互換有道理無？咱來看小張這張表，思寫佇遮，知寫佇遮，寫佇同一排，會使互換就對。小張，你講的是理論，理論甲實力是兩回事啊。你唔着舉例說明。好，小張即馬就來舉例說明。這個字會使讀作上，嘛會使讀作上，上車嘛有人讀作上車。這個字咧，大部分的人攏甲讀作成，爸母生成，嘛有人讀作爸母生成。這個字咧，豐收的收，大部分的人攏讀作收，
啊，有人講守外寡，嘛有人講周外寡。若是鼻音較重的人，嘛有人講張外寡，攏有人講，吼吼，真複雜。咱繼續來講新的字，往事知道少的少，咱嘛會使甲讀作少。啊，這個字咧，小張早都已經捌討論過啊，會使讀作十，嘛會使讀作十。啊，這個字會使讀作食，嘛會使讀作少，攏是思甲知兩個聲母互換的字。那安尼講起來，這兩個聲母互換有道理就對，但是這字隨會使讀作在又如何？你毋着緊講。咱即馬翻頭轉來問這個問題：宵夜要食啥？咱有三種方式會使來回答。第一，咱會使講隨字，但是這個講法佇閩南語內底較少講，一般來講攏是佇國語內底講隨你。第二種的講法，咱會使講在字。哪會甲讀作在？這字在是第五調的在呢？咱來看這個變調規則，第五調就愛轉第七調，第七調對應的就是唱的聲調，所以這個字變調了後，就愛甲讀作在。這兩種的講法攏是書寫的版本，口說的版本安怎講法？咱就會講隨在字，這就是小張以前捌講過的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。這就是這集內底第二個天馬行空。這個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的觀念，小張在台語天馬行空第4集內底就捌介紹過啊。加一粒滷卵，加一粒滷卵，咱就講加一粒滷卵。到7點才起來，到7點才起來，咱就會使講到7點才起來。小張這個人真實，咱嘛會使講小張這個人真在。口說的版本，咱就會使講小張這個人真實在。即馬擱加一句，宵夜要食啥隨字，宵夜要食啥在字。口說的版本，咱就會使講宵夜要食啥隨在字。咱來講結論：第一 ，EAI 這三個韻母確實互相轉運，在影片內底小張攏有舉例說明。第二，這字隨根據理論嘛會使讀作隨，閣會使讀作在。是安怎會使讀作在？就是因為思甲知這兩個聲母互換。第三，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這個觀念，不知不覺中間，在咱的生活當中，咱攏有去用到。第四，宵夜要食啥隨字，宵夜要食啥在字，這是書寫的版本。若是口說的版本，咱就會講宵夜要食啥隨在字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